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家来共同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第10每写有10篇文章哈。今日嘅主题係客詩言語同華語互譯，一共有360句嘅第60，課文141語對照錄音第96篇。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客家白話語文啊啦，同時一個華語同客家語詩言嘅兩個互相來那個翻譯，大家都會記得一個翻譯啦，而141語來互相嘅對照，冇加秘數也係加數量也品質等等，這個平衡移過來，一個兩個語言之中嘅相同嘅素材，也就會講啊，華語樣嚟講，客語就會樣嚟講，安尼嚇，嘅就按照翻譯嘅要領，大家都會記得熟絡了解客家詩言語同華語嘅互相啊，一個翻譯嘅意義同運用啊。對日常生活，不管是對話也好，做人做事等等方面啊，都有相當大嘅好處與幫忙哦，也係文化交流、意思表達嘅一種。尤其擔任一個發言統一嘅語言啊，愛精通雙方語言同文化。真唔會引往他人家鬧出嘅笑話出來，所以嘅翻譯係做翻譯工作嘅人啊，一個尤其是外交部也好，各種語言嘅了解，一個通訊嘅素材嚟做一個相當嘅研究，互相研究，翻譯出來嘅語言啊，係將跌當安尼好。好咧，我哋今日嚟講一個第10嘅各部分，這個16部分啊，一個部分嘅那個翻譯，我整理出來嘅，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嚟做個參考，安尼嚇。第一就講啊，詩編，關於個詩編，客家話都講詩篇，冇都講詩篇殺，安尼嚇。第二呢，混濁水，就是個水文文，啊水文文。3點水做一個文字啊，個說個水流嘅意思啦。第二，幼童就是說烏鴉話，啊，有一個烏鴉話。第四，小女兒就是細隻嘅模樣。第五，小姐就會講啊，細伢子啊。冇都講啊，小子係個文讀小子安尼嚇。第六，一下子，客家話都講啊，一下尾啊，一趟嘅個音。第七，會吐，一個就講啊，客家話講會盤啊，盤出來嘅盤，反對嘅反要讀盤啊嚇。一個第8，搶聲，好多話講搶聲。俺哋嘅客家話呢，就講咯，代言，係你，俺哋用嚟見代言，安尼嚇。這個關於講啊，搶聲，唱聲，第9，吹牛，客家話就講花虎林，吹牛就是花虎林。第10，發脾氣，這個發火，冇就講啊，連火燭，安尼嚇。11，偷摸，客話呢就個偷獵，嚇。第12，那個冷槍，俺哋客家話就講打腳片，啊。冇錯講啊，打連琴。第13，幽默，關於客話呢
光化神气，光化神气。第14，嗰個華龍船，華龍船嚇，也就是講啊，爬龍船，爬龍船啊。第15，新鮮，新鮮講刺頭，刺頭啊，五個刺頭，作上冇作個是刺頭。第16，一個腐爛，腐爛嚇，客家話都講個抹係抹，都講抹黑啊，抹。一個17，花朵就是金準啊，金準啊，一個花朵嗰講金準。18，很早，很早就是早期，南普講改造安尼吼。16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客話就講啊，蔣奶奶嘅，蔣奶奶。講呢啊，一個20，點香拜拜啊，點香拜拜就是創業啊，冇就講拜，就講創業，點香創業。第21，評審就資格審核，資格嘅審核啊，考核嘅核啊，審核。裁判呢，就比賽名次啊，裁判那個有高大來比高大嘅嚇，要比賽名次。23，小微微的，客話呢就講小咪咪嘅，這個的呢是連音字，有為了因為呢個別個聽語上嚇的，頭前是形容詞、動詞。第24，提防就係度薄啊，薄片，薄有兩種寫法，一個薩斯片加上一個薄東西嘅薄嚇，報道嘅報安尼嚇。一個插圖呢，就是講啊，將我哋基本一個標題是講一個沙石廠。已經在一個龜山嘅雙片啊，東片嘅田啊，壓嚟前太闊嘅嚇。個龜山多土石頭薄片啊，現在已經當過呢打馬狗，變成講啊打馬狗路，就是柏油路安尼嚇。所以各位鄉親嚟研究一個薄片。一個美濃嘅薄片，有土龜山多土區嘅石頭薄片啊，可以講一個壓一個，非常嘅精緻，係日本時代所做嘅嚇。但是而家呢，為了交通嘅方便啊，已經將一個薄片呢，當個用大馬狗，就是柏油，就變成一條薄當過嘅一條路安尼嚇。好嚟，我哋再嚟看第17團嘅部分。17團嘅部分翻譯啊，翻譯同一個客家話啊。第一個呢是1月啊，就是正月，一突正啊，正月就是正月。第二，小小的客家話呢，就是嘅。那有開到音，可以後邊嘅就是啲呢，就用為了因為呢個聽語上，小的就是那嘅啊。第3，齒輪啊，面那個輪有兩語喎嚇，一個就是雜貨，齒輪就是雜貨。第4，製造是非，就是農行嘅啊，自錯是非。第5，懷孕變成個懷孕客家話，有講有神啊。第6，回來了客家話講歸來也了啊。嘆號第3聲呢，聽語上啊，就配
一个就为了人们呢给八个天以上，几多月哦，但这就太会不会太闹？假使讲几多月，个都天上涨，一个又会不会多点莫做句号哦，记天板，一个讲到哪个时间呢？两上一上啊，哈，11人寿哦，哦，11人寿。梁上嘅时间，哈哈哈，哦，哈哈哈，梁上穷下嘅时间，有讲啊，起手人，哈哈哈，安尼，起手人家，但是迄3张左右下嘅时间，就哈哈哈哈哈，安尼，就讲哈哈3张左右下啊，变成叹号。刚才最后尾连环喜笑嘅东西，哦，嘅事情，就是讲啊，3张。所以各位乡亲大家，了解一个小上那个上音嘛，个翻译是一句一句，哈哈哈哈安尼啊。但是俺哋客家话嘅呢，就是3张哈哈哈，3张左右哈安尼啊。所以讲啊，一个语文的表示方式冇相同。其实一个黑板擦啊。关于个板车儿，一个黑板车呢，俺哋客家话讲啊，分排错位啊，分排错位。第11，泥泞的路，泥泞路就南路哦，跟南路哦，那个圆圆的路有隔水嘅，跟南路啊，南路啊呢。12，一个点线病。点线病，一个就讲博士，哈博士，玩下最近爆破好难嘅，叫做博士哈，佢有钱啊，我比我博士哦，相同啊。好，第13，插座布，俺哋客家话讲米作布。第14，尿床啊。也就是讲拉尿，客家话讲赖尿。一个关于讲拉尿，俺哋客家话讲赖尿，哈，拉呢同赖尿同尿床的意思是相同啊。俺哋客家话就讲赖尿，就是白梦啦，还做乜嘅，在睡梦嘅时间就出尿对屙出来，一个叫做赖尿。第15，烟灰啊。烟灰，一个客家话呢就讲啊，严饰啊。第16，烟屁股啊，就按那个严节的哈。第17，团结就全体合作的意思。团结同结团冇相同啊，哈。结团就是讲啊，变成一粒一粒，团结呢，就是大家互相让多强下，结团就分开各自一粒一粒，也就冇相同。一个团结是指全体合作的意思，第18，小圈圈，关于个小圈圈，就是结团，各自成一团，安尼小圈圈啊。第19，子女啊，一个翻译的意思啊，儿妇有讲了鱿鱼啊，一个东西，一个油同腐啊，一个就是嗰彩色人嘅心，本人看得到像没有晒到样，一下就能实现啊，一个说儿妇啊。第20，短裤，这个水壶诶，冇得班服嘅，班服嘅。第21，眼镜，客家话就讲目镜，冇得眼镜啊。22，钥匙，我哋客家话讲锁匙啊。这个23，小老鼠哦，
天龙的小老鼠，这个西龙出的，西龙出的，也是讲天龙的一个法术啊，有按照小老鼠。俺呢客家话呢，就本来讲啊，西龙出的24烟灰缸，烟灰缸啊，客家话就是讲啊，空人式的空人式的，安尼好。好，看第18谈的部分，一个体育肉包子打狗，肉包子打狗是用肉包的，结构的，有气无回，有戏无多的内容啊。当然，叫一个肉包啊，吹包同肉包跳过去叫做都夹在位啊。一个夹丝呢是用全部牙齿去咬的，就夹啊，主的同叫的夹尾音，主的就夹汁安尼哈。第二一个陀螺，客家话那讲揭落嘅，有人讲撳落，日本话就按到扣嘛啊，一个陀螺。第三玻璃珠是个塔嘛啊，玻璃珠个塔嘛系上日本话。一个第四柏油路就大马狗路啊，大马狗路系日本话转过来嘅哈。铁路就是铁轨路啊，铁轨路一个铁条就是铁筋，精神的筋啊，铁那个铁啊哈。那个香火条，就你点评啊，香火，俺哋客家话讲啊，象征呢啊，象征呢，按说记嘅，第八鸽子，客家话呢就讲热夹嘅，第九开裆裤，个怪爷夫啊，生意嚟做嘅啊，头前系我。有一个开坑嘅，第10吊儿郎当，一句话真是都客家话所转过来嘅啦。咁个连吊嘅呢，这个是郎当，吊郎当啊，一个就裤裆，裤裆啊，裤就是郎，裆呢那个一直当，那个当做怎么样都当啊。一个吊儿郎当，这个寒舍时间啊，可以个为了仪式，学事奉骗啊，所以都要开坑啊。一个吊儿郎当呢，吊的对郎当方看得清清楚楚，表示不敌羞耻的意思啦啊，羞耻的意思。第11，这个好，表示俺哋客家话讲好。哦，也表示认真相对下，好啊，是的，可以是是的的准面嘅意思，表示认真下对上，哈，表示同意一个意思，准面啊，一个对上面呢，表示同意而实行，就准面嘅意思，是的，所以我哋对中国呢，一讲是的。对中国对大侠来讲呢，讲好，所以在做军队方时节，青岛那个阿兵哥啊，对于士兵对于连长上的中国呐，都讲是好，一听会反问的骂到的讲，好你的大头，好，好是种有被批准准的意思，相对下嘅一种嘅讲用语。一个第12夹口是日本话就讲啊，肩膀啊。第13棉袄就是袄婆。那另外一个14，关于讲吃笑，就讲啊，吃棍紧手哦，吃棍吃呢，吃东西都吃啊，也这个都吃的哈。吃棍紧手啊！第16
泡茶叶，按俺哋客家话嚟讲，泡茶心，客家人嗰好嘅睇意噶嘛，茶心，啊人講茶葉，好多話都講地味，冇相同啊，嗬。18鋼盔，客家話講鐵帽，抵鐵帽，唔係鋼盔喲，第19茶樹搓手把，搓子的手把，我哋客家話講茶樹嘅，去腳踏茶嘅茶樹嘅，學多拜嘅茶樹嘅，好，20呢，潺潺流水，咁樣嘅翻譯咯，就講涓涓滾水流，涓涓滾嘅水流，潺潺一個可以講啊，咁樣嘅翻就涓涓滾，就涓涓滾。第22，美意就是渴求意，渴求嘅意，冇得沉浸意，啊，客家話。第23，顯微鏡就是旁鏡旁櫃睇嘅嚇。24，觀架子就講睇粒白啊，所以各位同學，大家記得一個翻譯之中啊，嗰度用到潛意識，一個土地度裡，就講你能承受得覺得你上述嘅解脫啦。第一個是用學習，英文就 learn 學習，完全都唔俾學前嘅就學習。第二上一步呢，去研究 study。第三個呢，就是運用 application， 用喺度運用。所以我哋嘅客家白話文呢，已經行到一個運用 application 一個部分嚟喎，唔係初學嘅客家話，也可以講研究嘅部分。所以運用一個客家話喺度嚟，讓我運用在一個國位啦，一個小說的啦，等等嘅方面嚟運用啊，一個就是談到一個熟絡客家話嘅人，客家語文嘅人啊，讓佢嚟運用嚟創造一個語文。冇講啊，唔前會行住嗰度學習，一步一步來。但是我哋一個白話文呢，可以講得講啊，就已經大家都會講啊。寫文章也係一個順利嘅，所以一個白話文呢，一個同一般呢搞小學嘅練嘅情況呢是不一樣嘅。所以各位鄉親大家，而記得我哋上述精通嘅解脫呢，可以講啊，呢個是一個學習，學習 learn， 第二個呢研究就 study， 第四呢 application。所以我哋研究嚟讀嚟讀去，有24個範圍喺度啲啊，都會用嘅嚟講客家話呢，應用在唱歌嘅，應用在演講，應用在嘅等等嘅各方面嚟應用嘅嚇。將基本上所講嘅翻譯咧呢，出嚟應用嚟講啊，都同意啦，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認真實問，一個本所寫嘅，雖然唔係講佢精通嚟講啊，是呢，佢精緻嚟講啊，是呢，也係個可做參考啊，嚟好。好，但係呢，叫佢哋對美國57年開始研究嘅一個連音字。我再從利用時間幾分鐘咧，同大家做個報道。連音字只有一個韻母音是有乜嘅咯 ？R A O， 個數嘅 A 音呢，就用 E 音，就像嗰個單歌呢，那個 V、L、Y、M、N、N、G、B 啊那個音，一個個數呢？V、L、E、M、N、G、B 嘅音，一個單個嘅聲母，大家都完全相同。一連音字是依照一個連音式啊，個頭前嗰隻是個尾音來轉變為一個那個聲母聲母啊，R 同 O 呢是一個虛字啊，所以 A 音。
有一共有80诗嘅哈，就天上、天以上、天三上、地四上。但是教育部同我嘅学位批所提供嘅天以上嘅呢，没有第二升的，冇天以上嘅。一个人呢，就是以使用了被普向这个分分呢，以这个分分呢，哦呢，也就变成海陆语咪去哈，这个吸烟同海陆是查量盐，哦，查量盐上查量盐，同国语呢个市场地度里啊，比国语加盐安尼，也就是讲啊，语言的上跳地度里。所不同的素材安尼啦，哈，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练饮食，一个tango嘅那个汤鸭度，嚟講是湯鴨度、看鴨度、雪鴨度、牛鴨度、角鴨度、鹹鴨度安尼哈，呢看呢、雪嘅、牛嘅，一個角嘅安尼，很多嘅，每嚟嘅表演，河洛話也相同哦。但是一个声母冇相同啊，好，也就是讲啊，一个详细嘅情况呢，像大家点名一看，一个台湾客家天子报同一个屏东时报天子报呢，地图里有我写我出嘅哈，一个名站地图里一点就可以看到。天大下嘅图呢，我是非常嘅希望弄。一个农田水利费嚟注意一下，唔好推嚟推去，讲嘅万年嘅资金嘅问题。一个將視頻做視頻嘅圖，有視頻嘅圖，佢同文化根本都冇關係啦。但是以呢個推對古蹟嘅方面嚟講啊，亦同古蹟冇關係，也是為了景觀，為了好看，為了一個結不了，美濃結不了嘅一個沙皮 TV。嚟做一個東西，日本相信大家嚟睇咧，中南部最大嘅暗含在呢只個咯，就美濃結不了嘅暗含，安尼哈。好，今日就講到嘅這個以上神夢，大家感謝你有很讚嘅了，再見。神夢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